好，我现在录圣诞节的第4首歌，柔美崇拜的圣诞歌。这一首曲子它有不同的拍号在曲子里面啊，有12/8拍，有9/8拍，也有3/4拍。然后中间也有不同的调号，有 F 大调，有 G 大调，有降 A 大调，有降 D 大调，所以唱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啊。那12/8拍呢是怎么算呢？我们要把3个8分音符算作一拍，一个小节有4拍，所以是1 2 3 2 2 3 3 2 3 4 2 3。1 2 3 4。休息2 1 2 3。转 G 大调，有一点点快哦。休息。现在从78页的最后一个谱表36小节，变成降 A 大调开始，1 2 3 2 2 3 3 2 3 4 2 3。变3、4拍，调号也变哦，然后有一点快。休息2，休息2 3 4 5 6 7 8 9。好 ，Second Soprano 从72小节来听一次，1 2